来关心咱的电费钱，最近咱群组有传一个假消息，讲呼吁大家伫半暝洗衫，讲因为实施3大电费钱的收费，某公司单这个价钱呢差不多5倍到10倍，抑过台电呢澄清讲这是假消息，因为时间的电价上济差3倍，而且爱民众家己去申请，同时爱收智慧的电表，你才有当去申请。一般呢一个月以用电超过800度的大户，申请时间电价才算会好。电表涨真紧，4月电价卖开始变贵，所以2月热天特别来咯，冷气卖价拍互开，民众上关心免怎省电费。伫咧咱群组顶，最近就真侪人伫咧分享电价分3时段收费，计效是真差达到10倍外。建议大家伫咧暗时较俗的时间点洗衫开冷气。不过台电出面驳回，讲这根本是假消息。首先我要再澄清一次了哈，这是真的假讯息，没有所谓的5倍、10倍的这个什么价差哈。那这个事情用户就不用再去转载哈。那一般而言的话，我们纵使用户采用时间电价的话，尖峰跟离峰的价差也没有到5倍跟10倍，最高只到3.5倍而已。以冷气1点钟用电0.5度，逐工暗时为半暝开到下晝8点来算，如果逐个月用电700度到1000度，一般电价是达到5.8块，冷气电费一个月大概700块。不过以简单型3大小电价计算回，较无咧找时间点是1度电，敢若1.8外块。一个月冷气费用就是222块，差不多一个月会当省478块。首先是一般用户来讲，他们都是采用了多少的电，就收多少的电费，是采用累进的电费。那针对一般的时间电价的用户的话，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在800度以上，然后依照他的用电的时段它有分成尖峰、半尖峰还有离峰不同的时段，那来要做一些区隔。不过，若是要改用时间电价，就要先到智慧电表，这就要伫咧台电 App 或者是临柜网络申请。不过，电价依照逐个月用电量多少，有无共款的计算区间，加上逐户用电的管是无共款，伫咧当时会用较侪电，嘛影响到计效，所以嘛是要看家己厝内用电的模式，才能知影讲倒一种电价方式上省钱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